续来看嘉义县番路乡的新福村有一间铁皮厝，昨暝来火烧厝，消防队赶到位的时阵，已经烧到一大片拢是火海，马上布水线来拍火。甲这个火拍火了后，发现住伫个遮独居的80岁老先生，倒伫个门骹口已经烧甲臭焦了。讲敢若差一步尔，就会当冲出着火窟来逃生。这个火烧厝的原因，爱搁调查。 火是烧甲真猛，规间铁厝烧出阵阵的乌烟。大火是炭甲真紧，消防队员来到现场的时阵，赶紧布水线喷水抢救。伫嘉义县番路这间铁厝的徛家，伫暗时10点外发生火烧厝。消防队员要抢时间通知住伫内面的厝主，伊是一名80几岁的乌儿桑。火烧厝的时阵，伊家一个人伫厝内，即摆毋知影状况是安怎，只会当赶紧救人。传动分队已到达途中，发现浓烟，立即请求支援。 但是火拍花了后，煞发现乌儿桑已经倒伫个房间口，已经烧到明显死亡，只差一步就会当顺利逃生。门口发现疑似受困伤者，已经明显落卡，通知新闻中心以及分驻派出所侦查队协助调查。火声会烧到遮严，初步判断是铁厝内底有囤大量的建材所造成。着火烧的面积差不多有50平，所来警消嘛搁进一步来勘查，找出导火的原因。而且这场大火嘛烧出老人家己大的安全问题。